年以来，就是生存在这个藏地血域高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文明的这个民族的话呢，到了这个最后的话呢，应该说是已经这个就是不复存在了啊，就完全都是有这个灭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险性。那么我们藏民族灭亡的话呢，就是其实每个众生都是有生有死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很文明的，我们的这个文化是不是很珍贵的话呢，我们的灭亡呢，就是对世界不一定带来这个损失。但的确是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目光呢，就是放在我们藏地血域高原。为什么呢？因为藏地有特别就是几千年一直传下来的，对整个世界带来就是无比利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宝库。也就是说，我们藏文化知识的话呢，受到了世界各界人士知识界、宗教界、艺术界以及呢就是政界人士的这个欢迎和赞叹。那么他们的赞叹和欢迎呢，是的确是也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藏地的这样的这个悠久的这种历史文明呢，对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也好，对现在的整个世界呢，就是带来一种这个快乐和这个一种这个幸福。所以说，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以这个自己的这种智慧来这个观察，一定要就是珍惜就是自己的这个民族，一定要就是发扬这个广大就是自己的非常这个这种光荣的这个传统。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就是言语各方面来就是体现出自己的这种民族的这个文化的这种灿烂光芒所以我今天呢因为就是跟大家就是用这个汉语来就进行这个沟通那么不仅仅是嘉荣，我们还有四川的其他地方还有甘肃云南包括这个拉萨就很多地方呢，现在这个存在着这样的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呢，根本不知道我们藏族呢，就是原来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种这个文化知识，但是这种文化知识呢，反而就是受到了世界各国和世界各种民族的这种这个重视，而我们自己呢，就将自己的传教之宝呢，抛之脑后，而自己认为呢，就是希求的，也就是自己追求的呢，其实是别的民族早期已经忘掉的，或者说是扔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知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话呢，也应该值得观察，需要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互相这个学习就互相学习。当然我的有些话呢，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的话呢，全部都是我个人这个承担。如果有一些稍许就是用得上，或者说是有些地方的话呢，值得这个参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也奉献给我们的这个同胞，以及呢就是其他民族和其他人类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也可以想一想，观察一下在自己的身上呢，也会不会照出同样的这个毛病就今天这个在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就是说这么两句，希望呢大家应该在我们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当中一定要学习这个非常有用的佛教知识。尤其是我们藏地呢，的确是这个佛法是非常兴盛的就是自古以来2300多年以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这么说1300多年以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极其的兴盛。那么这样的这个佛教呢，如今也是很多老一辈的这些高僧大德或者说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上呢，真的有许许多多修行的许许多多好的这个传统。那么我们现代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一些学者才子，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没有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好的这个知识和习气。因此呢我想这个有时候就观察观察，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到底要需求的是什么，真正自己有用的是什么。现在大多数的人呢，像这个追求钱财
啊，就追求钱财啊，就是像卖房子卖这个什么这个轿车就是甚至就是各方面就是自己要获得一种财富的话呢，就是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其实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贫穷地方的一种这个喜好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当你贫穷的时候呢，对财富很重视的；当你富裕的时候呢，对财富不会重视的。因此呢，我想当你死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都是用不上的，一定要至少也是我希望